一批患咗黏多醣症嘅病人遊行，要求政府資助新藥費用。一批患咗罕有致命遺傳病嘅病人同佢哋嘅家屬遊行，要求政府資助醫療費用。我們在等死，有藥冇錢醫。大約50個黏多醣症病人同家屬由遮打花園遊行上禮賓府。黏多醣症嘅病人身體機能會不斷退化，直至死亡。一般嘅壽命只係得20幾歲。佢哋話有隻新藥可以協助抑制病情，但係以一個重40公斤嘅病人為例，一年嘅藥費可能就需要400萬，普通家庭難以負擔，希望政府可以提供資助。